各位兄弟平安。今仔日是咱的这个6月初9的这个日子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今仔早起，咱会当来收看因为爱你这个节目，互上帝帮助咱，互咱逐工的灵修拢有一个进度，互咱逐工照着上帝的话来行。望上帝来帮助咱。当疫情抑搁咧猖狂的时，咱犹原知上帝永远掌权伫即个所在。请咱大家来翻开圣经，若是会使，请咱大家来翻开圣经，咱来看一段圣经，伫路加福音的11章。路加福音的11章，咱来读14节，一直到23节。路加福音11章14节到23节。若会使咱做伙来读，若无，请咱听牧师来直接来讲即段圣经。路加福音11章14节到23节。耶稣赶一个恶狗鬼已经出，恶狗个就讲话，众人奇怪，内中有几个人讲，伊赶鬼是靠鬼王别西别，阁有人试伊，对伊求对天来的神者。耶稣知因的意思，就甲因讲：既若国家家己争拼，会抵到烹远，厝一间一间倒坏；若撒旦家己争拼，伊的国太讨徛会牢。因为恁讲我靠别西别赶鬼，说使我靠别西别赶鬼，就恁的主题赶鬼，我靠是一水啊！安尼。因要二断忍，独我若靠上帝手赶鬼，就上帝国已经到伫恁。闽人穿盔甲，举家私，固守伊的厝，伊所有的就安稳，总是比伊较猛的到来。赢伊就抢伊所倚靠全副的剑器，来分伊的物件。无同我的，就是对敌我；无甲我收割的、收拾的，就是在拍散。阿们，愿上帝祝福伊的话。咱今仔日所看即段的经文内面就是耶稣讲到伊伫咧服侍的时，咱知影主耶稣咧服侍有3款的方式，一款就是传道，一款就是赶鬼，一款就是医病。总是有真侪人咧挑战伊，挑战的时有真侪人会讲即个耶稣伊即个赶鬼，即个医病是靠着即个鬼王来赶鬼。特别即个别西别伫即个犹太人因的话内面，这是一款的神明，这是即个外邦人的神明，这是一款叫做好神的神明。所以有真侪人就讲耶稣所赶的鬼伊是靠着即个鬼王来赶鬼，所以。耶稣真受气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无真知影上帝的做工，所以有当时会将上帝的工来当作是魔鬼的工。所以耶稣真讨厌即款的人，用即款的话来讲伫上帝所要做的工作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着看见这个文士甲这个法利赛人，因看到耶稣伊的事工真多真好。总是因无用即个虔诚的心来看见，会当互人医病，会当来将鬼赶出来，这是上帝的大权能伫咱的当中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帮助咱，互咱知影，咱所有信主的人，咱有即款的权柄，咱有即款的能力，咱会当来成做上帝的工。咱会当透过祈祷来赶鬼，咱会当透过祈祷来医病，咱会当透过祈祷。来祝福咱的教会事工，互教会事工福音会当搁传播搁较侪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知影主教咱三甲之地，主的话来帮助咱。虽望有真侪人欠采无明白、无了解，欠采有真侪人讲其他的神明因嘛真牛，其他的神明因嘛真厉害，甚至有人会讲你看即个即马人咧拜妈祖，即马遮人咧拜即个上帝公，因遮拢足厉害。总是毋是靠人的厉害，所以咱毋是像这文士甲法利赛人，因感觉耶稣所做的，因为着要迫害耶稣所做的，因为着要
讲即个耶稣的歹话，所以讲上帝所做的工变成是魔鬼的工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望上帝来帮助咱。欠彩有人毋知影咱所做的，欠彩无一定正人会当了解咱所付出的，总是咱犹原有一个信心，知影主教咱三甲地地，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伫咱。咱靠着主的名来赶鬼，咱靠着主的名来治病，来靠着主的名来传福音，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伫咱。所以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逐工会当踮伫上帝国的内面，也会当互上帝国甲咱会当做伙来做工，来影响即个世界，互即个世界因为上帝甲咱三甲地地来得到帮助，望上帝帮助咱平安。